喂 Joe，你知唔知喎？喺職場最憎咩嘢？就係嗰啲成日要好似閃光咁彈出嚟，我做得幾好嗰個人。係明明就係一份工做得普通，但係佢就要成日喺老闆面前 show off，好似驚人唔知佢咁勤力咁。今日我哋就嚟傾下48法則第6條 ，Caught attention at all costs。中文就係不惜一切代價引人注目。哇，呢個名好進取喎吓，唔係話低調係美德咩？點解又要引人注目嘅？就係因為太極端的話就出事喎。要引人注意，但係要懂得幾時停，呢個就係今日要拆解嘅嘢。你知唔知喎？引人注意呢樣嘢其實係一把劍嚟嘅。點解係劍嚟嘅？用得啱，幫你打天下；用錯咗，分分鐘劍插翻轉頭，仲要插死你自己。哦，即係話有啲人靠引人注意上位，但係亦有啲人因為太出位而陰乾。正是如此。你有冇聽過《三國》入面嘅呂布？呂布咪就係嗰個又有貂蟬又有方天畫戟，但係最終就變成三姓家奴嗰個。冇錯，呂布就係典型，成日都要搶晒所有人嘅目光。佢武功確實係第一，但係就係太愛面子，要所有人都讚佢威猛。所以佢就今日跟董卓，明日又背叛人哋，永遠都係為咗保持自己係最醒嗰個光環。就係咁，最後佢就因為太愛出風頭，得罪晒所有諸侯，冇人肯救佢。曹操一劍就鏟定咗佢。所以引人注意，如果冇節制，就會變成自掘墳墓。呂布嘅問題就係佢成日要 stand out，要所有人聚焦喺佢身上。但係喺三國呢個遊戲入面，淨係靠武力搶眼球係唔夠嘅喎，佢仲要得罪埋所有聯盟。你就好似睇到重點喎。嗱，如果佢肯低調少少，唔好成日咁 aggressive，佢可能真係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一。所以呢條法則教我哋嘅唔係叫你去搶光環，而係話你知適當時候 stand out 係有着數，但係要揀時機。完全正確。等於你返工，你唔需要日日喺老闆面前表演，你淨係需要在最關鍵嘅 moment 展示你嘅 value，佢就記住你。喂 Joe， 你公司有冇嗰種同事就係周身刀，但係張張利，樣樣都要表現到自己？梗係有啦，我上份工就有一個喎，每個 meeting 都一定要提自己做到咗咩，就算係幫咗人，打印機都要喺度大吹大擂。哈，你形容得太精準喎。呢種人長期喺度自我推銷，初期可能真係威威，但係慢慢就會出事。點解會出事嘅？唔係話會做到幾高分嘅咩？因為 show off 係有邊際效用遞減嘅。你第一次 show，老闆，哦幾好；第10次 show，老闆又係你；第30次，老闆就開始覺得你係表演人格。哦，即係話次次都要出位，到最後就變成狼嚟了效應。就係咁。而且呢，你太頻密咁展示自己，會令到同事覺得你係為咗上位，唔擇手段，開始疏遠你。所以同事關係就會慢慢被蠶食。完全正確，你就會變成孤家寡人。到你需要人幫手嘅時候，冇人撐你。如果話呂布係古代嘅 show off，咁而家嘅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就係現代版嘅呂布。哦，所以你意思係話佢哋為咗人氣不惜犧牲其他嘢？你聽過嘩眾取寵呢個詞未？聽過，但係具體係咩意思啊？就係話為咗得到群眾注意，願意放棄原則同尊嚴。你睇嚇啲 influencer， 有啲為咗流量就乜都拍，假知識、負面情緒，夾硬造假，然後佢哋就一夜成名，但係當啲假嘢被揭穿之後，就即刻人設崩壞。就係咁。呢個就係不惜一切代價引人注目嘅陰暗面。你為咗搶眼球所犧牲嘅嘢，往往就係你最寶貴嘅 reputation。所以真係幾矛盾吓，唔 show 呢就冇人知，但係 show 得太多又會毀滅。好，咁究竟
點先至係啱嘅平衡點呢？係咪？條法則係咪就叫我一味低調？梗係唔係啦。法則教我哋嘅係選擇性 stand out，關鍵 moment 你一定要 present，其他時間你就低調埋伏。哦，即係話喺老闆作重大決策之前，或者 project 成功之時，就係你應該 stand out 嘅時機。孺子可教。你有冇留意過喺 court 入面，有啲人就係靠一兩次精準嘅表現，就贏得咗 long term 嘅 reputation。有就係嗰啲平時冇咩聲，但係一出手就中嘅人，佢哋唔係靠 frequency 嚟吸引注意，而係靠 accuracy。呢個就係第6條法則嘅核心 quality over frequency。你 stand out 嗰次必須係真材實料，而且要令所有人印象深刻。你知道喺歷史上有一個人就係完全掌握咗呢條法則，就係張良。張良輔助劉邦建立漢朝嗰個，正是張良係個極度聰明嘅人，但係佢就非常懂得低調。劉邦贏咗天下之後，韓信、彭越個個都想爭地盤，但係張良就主動退後。所以佢就係知道幾時要 stand out，幾時要 disappear。完全正確。佢知道劉邦最忌功高蓋主之人，所以喺適當時機就消失喺眾人視線入面，變成只訪歸隱。所以佢就避開咗廖進公床嘅結局，保存到自己。就係咁，呢個就係第6條法則，教我哋嘅終極智慧。引人注目係為咗建立影響力，但係當影響力建立起嚟之後，就要學識適時退後。好，等我哋嚟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。第6條法則，不惜一切代價引人注目，唔係叫你去盲目搶光環，而係教你要選擇最佳時機。第一，引人注目係雙刃劍，用得好幫你上位，用錯咗毀滅你。第二，呂布同韓信就係2個極端嘅例子。第三，職場同社交媒體都充滿咗 show off 陷阱，要懂得避開。第四，quality over frequency，精準 stand out 好過日日自我推銷。第5，要識得幾時 stand out，幾時退後。張良就係最好嘅榜樣。記住，光環係工具，唔係目的。下次你想引人注意之前，先問自己呢個係咪值得我犧牲 reputation？